健身气功六字诀完整演示。健身气功六字诀是通过特定的吐音来调整体内气息的升降出入，进而达到调整脏腑阴阳平衡的目的，在众多功法中独具特色。功法在吐音的同时配合动作导引，内可调脏腑，外可练筋骨，具有内壮脏腑、外健筋骨的作用。功法动作舒展大方，缓慢柔和，圆活自如，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炼养相间，阴阳相济，如行云流水，连绵不断，如人在气中，气在人中，显示出气功宁静庄重之美。
健身气功六字诀中的虚、喝、呼、思、吹、吸6个字诀，分别与五脏中的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、三焦相应。它的习练顺序则是根据祖国医学理论中五行与脏腑对应关系理论，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排列的。肝属木，木旺于春，四季以春为首，所以先练虚字诀。心属火，木能生火，所以次练喝字诀，而再练呼字诀以练脾，是因为脾属土，为火所生。练完呼字诀，接着再练思字诀以调肺。肺属金，为脾土所生，肾属水，而金又生水，所以可以接下来练习吹字诀以补肾。这样人体的五脏之气都得到了补养。三焦主司一身之气，最后加练吸字诀调理三焦，可以使全身气血畅通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。健身气功六字诀的练功要领，在于掌握正确吐音，体会气息流畅，寓意于气，寓意于形，逐渐练习逆腹式呼吸。
吸气时扩胸收腹，呼气时全身放松，渐渐做到吐为细细，纳为绵绵，配合松柔舒缓的动作，产生柔和的内脏按摩作用，从而改善内脏功能，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。